觀塘市中心最平嘅食物。大家好，今次喺觀塘市中心揾一啲最平嘅食物介紹俾大家。第一站嚟到觀塘物華街，去到呢間燒味店，佢哋賣嘅燒味飯係全觀塘市中心最平嘅，買咗一盒試試。呢盒叉燒飯20蚊，份量算多，有好多塊叉燒，有少少肥肉，肉質算腍夠味，有葱油撈飯食，白飯就腍咗啲。總結呢盒叉燒飯味道可以接受，20蚊係抵食嘅。跟住嚟到觀塘瑞寧街，幫襯阿姐呢間食店。呢間係賣全觀塘市中心最平嘅兩餸飯。阿姐賣嘅飯好多年都係只賣19蚊，買咗一盒食下。呢盒三餸飯19蚊，份量夠食得飽。呢個南乳豬手味道少少鹹香，肉質夠軟腍。到榨菜排骨，肉質都夠腍，榨菜係夠爽，唔會過鹹。有半隻鹹蛋，鹹蛋個黃撈飯好食，蛋白就好鹹。白飯比較軟腍。總結呢盒三餸飯味道可以接受，19蚊真係幫到附近嘅街坊同埋學生。跟住嚟到觀塘翠屏北村商場，去到呢間酒樓地下嘅外賣部，佢哋嘅中頭飯價錢好平，只係賣17蚊，外賣要盒就要加多1蚊，應該係觀塘市中心最平嘅。買咗一盒試試。呢盒鳳爪排骨飯17蚊，份量都足夠，白飯正常，餸就少咗啲。有一隻鳳爪夠腍，醬料味夠香，排骨肉質都好腍，味道可以接受。總結呢盒鳳爪排骨飯味道可以接受，好難揾到賣17蚊㗎喇。下一站嚟到觀塘開源道，嚟到觀塘廣場入去地下商場，幫襯呢間粉麵店。比較細嘅一間食店，呢度有最平嘅雲吞麵，再介紹一次。下午茶時間，雲吞麵只係賣20蚊。呢碗係雲吞米粉，20蚊，都夠大碗。有4粒大雲吞，係菜肉雲吞嚟嘅。外皮夠滑，裡面嘅豬肉爽滑，調味夠香。有生菜做伴菜，湯底係輕輕鹹香味，米粉係爽滑。總結呢碗雲吞米粉好食又抵食。跟住嚟到觀塘麗港城，入去麗港城商場，落去樓下地庫，就係呢間火鍋店，因為係最平，再介紹多次，係一人一爐嘅火鍋店。佢哋平日下午茶嘅火鍋只係賣48蚊，平過晒連鎖快餐店。呢度只係收電子支付，可以用八達通。呢個係輕量牛五花火鍋套餐，48蚊，有肥牛肉，有蔬菜，有酸甜蘿蔔，珍珠米飯，仲送冷泡茶，錄啲配料試試。
淥完之後，呢個肥牛肉、冬菇、蘿蔔、金菇、蔬菜，仲有雞蛋，所有配料味道可以接受。總結呢個火鍋套餐價錢48蚊，好抵食。下一站嚟到觀塘瑞和街，幫襯呢間食店。佢哋嘅中式包只係賣7蚊，算係觀塘市中心最平嘅啦。買咗一個試試。呢個係菜肉包，7蚊，係蒸熱嘅，夠大個，買相算靚，8包軟熟。裡面嘅豬肉夠軟腍，調味夠香，用椰菜做餡。總結呢個菜肉包賣7蚊，係抵食嘅。下一站嚟到觀塘協和街，幫襯呢間平價嘅麵包店。佢哋嘅菠蘿包同埋雞尾包喺觀塘市中心係最平嘅，就每樣買一個試試。呢度係雞尾包5蚊，菠蘿包又5蚊，仲有係買3個送1個。呢個菠蘿包賣相就一般啦，普通嘅大細，面皮都鬆脆嘅，面皮輕輕香甜，麵包都夠鬆軟。呢個雞尾包賣相靚嘅，麵包夠軟，裡面嘅餡料椰絲同埋糖夠香甜味。總結呢兩個包味道都可以嘅，5蚊算抵食。繼續喺協和街幫襯呢間小食店，佢哋嘅雞蛋仔全觀塘市中心最平嘅，只係賣12蚊。你買就即刻做俾你，要等耐一啲時間。呢隻雞蛋仔12蚊，買相靚，夠大底。係即做嘅，外層夠脆，個底又夠平滑，外脆內軟，中間係夠綿滑，有蛋香，輕輕甜味。總結呢隻雞蛋仔真係好食又抵食。鍾意呢個頻道影片就請我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下次有新片推出就即刻收到通知。加入會員，真正體驗觀塘食好嘢。今次又食住咁多先，多謝我哋嘅會員，多謝大家支持收睇，拜拜。